各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，讲到这中国北京最近温度一升就降到真低，气象单位也做一届发布大雪、寒流加冰冻这3项警报。当地学校对13开始停课，企业也是自主上班。也因为即马毋是上界冷的时阵，拜六可能会达到零下18度，出现这几落10年来12月上界强的寒流。 大雪一直落来，民众伫即些青路小心啊行。中国北部即礼拜温度雄降低，首都北京顶礼拜早来一阵初雪，拜三就出现第2波寒流，一定会出现暴雪。气象单位即群发布暴雪、寒流、冰冻加大风4项警报，是今年以来头一届看。北京市政府是宣布幼稚园到中小学礼拜三开始停课，同时也通知企业会当调整上班时段。 尽量不出行了是吧？天又冷，然后路上肯定也不好走。天气冷季季，民众出外拢包夹密。即个落大雪嘛，拍乱北京的交通。13当地机场原来有将近700班航班取消，铁路嘛是大乱。受降雪影响，今天北京西站、北京丰台站临时停运列车31趟。 天气冷到，互人无想要出门，啊，毋过有人颠倒趁落大雪，气温降低，出来体验寒冬游泳的滋味。拜三有几落的男性，遮尔冷的天气，加穿游泳裤、底游泳帽啊，因就跳入冰冷的湖来游泳。边的人看了拢讲，因实在身体真好。身体真好。啊，太棒了！棒吗？ 中国气象单位讲，大雪会持续到15，暗过落雪了后，寒冬随到位。北京这个礼拜六温度会降到摄氏零下18度，可能会出现当地几60年来12月上冷的寒流。当局特别提醒大家，大寒要到啊，一定要注意穿好袖。公司新闻，齐婉玲编译。